大家好啊，我係公正精明，我將別人嘅福利當做我自己一樣，就算對方我並唔認同，我都能夠秉公處理。我認為同樣嘅個案應該有同樣嘅處理方式，將我個人嘅偏見放埋一邊，我依照公平公正嘅觀念平等對待所有人，我唔會俾個人主觀情緒影響我公平嘅決定。老師派發測驗卷啊，但係同學發現有分改錯咗喎，佢係咪都能夠向老師指出錯處呢？就算違規嘅係佢嘅好朋友，佢係咪都能夠不偏不倚向老師報告事情呢？同學係咪能夠按實際需要，而唔係朋友嘅親疏去分發物資呢？咁你就發現公正就係佢最突出嘅性格強項之一啦。不妨多啲由呢啲方面讚賞下佢，鼓勵同學盡情發揮啦。